怕回家被问东问西。41岁购物天后丝绒也有相同困扰，坦言虽然期间不用工作，但也没打算回家团圆，反而想在家睡觉睡到饱。至于未来规划，丝绒更自曝她花了250万元买来的男友将在3月底台，不仅将对方取名为凤眼男，还一度想要穿婚纱去接机。据苹果日报报道，丝绒谈到安排，透露自己从1月31日就开始休假，年假会放到2月8日，不过没有回家团圆过的安排，因为怕家中长辈问东问西，加上家人习惯我没回家吃年夜饭，现在回去我爸妈反而觉得奇怪，笑说平常再回家就好。至于年假在家要做什么，丝绒坦言自己很能睡，除了出去买饭都在家，至今已经躺在家耍废整整4天，就打算睡觉睡到饱。不过丝绒说2019年还是有让他期待的计划，包括2月16、17日要去看偶像林俊杰 JJ 的演唱会，说自己因为一首不为谁而作的歌而迷上 JJ， 还特地做了应援牌，就盼 JJ 能在人海中注意到他。另外一件大事就是他花了250万元台币买了一匹马，将在3月搭飞机抵台。丝绒表示自己从学骑马开始就梦想有自己的一匹马，因此拜托马术教练帮他找寻适合的马，最后总算在德国找到一匹体格大、个性亲人、深绿色的马匹。丝绒说，这匹马不仅是只念到博士的马场马术马，在台湾更是不到8只，相当罕见。要来台也要经过德国动物检疫场检查1个月，台湾检疫半个月，让他更加期待，笑说好像找到男朋友一样哦。透露自己将马取名为凤眼男，一度想要穿婚纱去接凤眼男的机，不过后来觉得太白痴了，就打消了念头。